關嘉敏雖然喺無線綜藝節目《女神配對計劃》入邊未能成功配對，但係對男歡女愛依然頗有心得。日前佢就喺社交網度變身南宮夫人，同網民談情說愛，分享愛情貼士。佢以專家口吻講：第一，愛情係選修科而唔係必修科，所以唔好人拍拖你拍拖，亦都唔好因為寂寞而開始一段戀情。佢又話：第二，唔好輸俾一個等字。你唔好等佢覆，唔好等佢表白，唔好等佢改變，因為你等等下，你就會發現你等到佢有新嘅女朋友㗎啦。至於第三就係覺得係要記得保留30% 嘅神秘感，要保留自己嘅邊界感，唔好因為取悅人哋而壓抑自己，要保留自己嘅興趣啦、喜好啦，咁先可以做到自己㗎嘛。到第四點，佢認為唔好浪費時間糾結內耗，更重點提議。不如啊，你用翻啲時間去投票俾一個真係摸得到、睇得到同埋靠得到嘅人，就好似我咁。2025年 TVB 飛躍進步女藝人關嘉敏，請投我一票啦！原來佢搞咁多大龍鳳都係自編自導自演拉票，唔少網民大叫中伏啊！東網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卡文關嘉敏，祝大家聖誕快樂！聖誕節呢，其實好多人都知道我係一個節日殺手嚟嘅，咁呢，我就遇過一個初戀呢，就係喺聖誕節度出軌嘅，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呢，聖誕節呢本身係一個好悲痛啊，亦都係好難忘嘅一個日子，但係呢，我深信我以後嘅聖誕節會過得更加好，你哋都要啊！聖誕快樂！